被譽為咖啡界嘅 Apple，一杯手沖賣幾十蚊嘅 Blue Bottle 咖啡，而家同日日喺度出緊特價 coupon 嘅瑞幸咖啡，變成咗一間公司。呢個係啱啱發生嘅真實商業併購。創辦人 James Freeman， 佢本身係一個單簧管嘅樂手，而佢嘅業餘愛好就係烘焙咖啡。咁佢一開始就用咗15000蚊喺加州嘅奧克蘭租咗一個186尺嘅棚屋，買咗一個破舊嘅烘豆機，就開始創業。只賣烘焙之後48個鐘內嘅咖啡豆。呢一個咖啡品牌就受到 Twitter 嘅前 CEO、Instagram 創辦人、Google Ventures、Morgan Stanley 全部都跑嚟投資。一個咖啡品牌，佢嘅估值去到7億美金。2017年，即溶咖啡嘅巨頭雀巢用咗5億美金去收購 Blue Bottle 68% 嘅股權。Nestle 咁樣做，最主要係要補完翻佢高端品牌嘅缺失。其實我哋望翻過去 Nestle 5年嘅股價，佢跌咗34%。買入唔使10年，雀巢最後都係將 Blue Bottle 嘅線下門市用唔夠4億美金賣咗俾瑞幸咖啡。